錫安的百姓就欢喜快乐，耶路撒冷的百姓就出欢喜的声。看，恁的君王来了，伊得胜凯旋来到，却谦逊骑着驴，就是骑着一只驴啊。正诗54首，同心和乐天父，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请咱做伙额头来祈祷。请咱阮的天父，阮的上帝，阮正受因的囝儿，搁一摆伫主课外日来到你的殿堂，伫这所在，阮要用阮的心神甲诚实来敬拜你。主，阮要大声感谢你对逐个日调阮来到这个所在。互阮虽然是对台湾的逐角落无共款的故乡，无共款的所在，总是互阮今仔日早起会当做伙伫少年教会的殿堂，伫这个所在来敬拜服侍。阮献上感谢，因为互阮无拄着阻碍，也互阮无受着世间的任何的阻挡，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来献上阮的恶乐。甲祈祷、甲敬拜，主，阮每一个人可能伫过去的日子，拄着侪侪无共款的事物牵绊，也有人拄着患难，也有人心神拄着侪侪的挑战、困苦，肉体病痛，有可能阮的经济也拄着大的困难，总是阮感谢你。互阮早起，阁会当无受到任何的阻挡，通到你的面前，互阮用平安的心，互阮安静伫你的面前，全部来仰望你。因为阮确信，上帝你知影阮的处境，上帝你知影阮所面临的困难，上帝你知影阮的能力到什么所在，阮也确信。凡也发生伫阮身上的每一项事，的确是出自上帝你美好旨意。那既然是出自你美好旨意，阮就点点无出声，阮就全部听候，因为阮知上帝你要引带阮，你也要用教养的恩惠来补足阮，你也要用你的疼痛来引带阮，牵阮行过人生每一个坎坷的路站。互阮会当赢过所有的试探，互阮会当赢过所有的挑战、患难。主，今仔日是阮的教会，你的属伫主的教会，纪念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迄个日，阮称作棕树主日。过来的日，阮看见主耶稣。一站一站行往各各他十字架顶面，阮少年主耶稣伫十字架顶为阮流出宝血，为着阮的罪，为着阮的不义，你流你的宝血来赎回阮每一个人的灵魂性命，互阮会当搁较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天父上帝恢复迄好好的关系。主毋是靠阮家己的才调，靠阮所积的功德，乃是上帝你差遣主耶稣伫十字架顶真做赎罪祭，真做赎罪羊羔献伫你的面前，为着世间人所有的罪，一摆来赎回，互阮的每一个人会当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血，通好来得到洗清气，互阮会当来就近上帝，互阮会当称作天父上帝的儿女。主，阮感谢你，互阮有这顶好的福气，因为毋是靠阮家己所做，是上帝你白白赏赐互阮。阮也立志伫你的面前，愿意将这款的恩典来分享互阮台湾所有的同胞子民。真望阮台湾全岛市真侪上帝你所欢喜、甲祝福、甲祝福的一个岛市，互这个岛市真侪上帝国临到的一个国家，互所有的百姓遵照上帝你所欢喜的道义，伫这个所在来生活，互伫这个国家掌权的遵照上帝你的公义来掌权治理。所有遮的百姓，互因也受着上帝你甲因来约束，互因无懒散行，互掌权的果然诚实来实践上帝你所托付的。因为阮知，若无安尼，上帝你要将权力对因来处回，上帝你的刑罚特别伫因的身上来发现。祝阮存严要出的心伫你面前，因为阮每一个人拢有对上帝来领受无共款的吊命甲职责。愿阮也遵照上帝你所爱的，阮每一个人尽阮家己的本分，伫阮每一个人的角落，阮每一个人的事业，阮的家庭，阮每一个人所扮演的角色的顶面来尽阮的责任，就要互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来活出上帝你所欢喜的样式。主，阮感谢你，互阮每一个人会当伫早起，伫你的殿堂来敬拜你。愿你的圣神，这个时阵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你感动阮，互阮会当听见上帝你的声音，互阮会当感受着圣神你的安慰扶持，甲你的鼓励坚固，互阮恢复阮的信心，来跑走阮头前的道路。阮的祈祷无够额，也无完全。阮要用主要所基督教是阮的祈祷文，阮伫遮做伙来祈祷。阮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在遮，伫地顶亲像伫天里。我的死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互你带阮入地狱，着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这时咱来启用伫圣诗的后面启用文23篇，请咱掀开启用文23篇诗篇118篇，请咱先着做伙来启用。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的家讲，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我伫危急的中间求叫耶和华，耶和华就应我
将我下伫宽广所在。有耶和华甲我伫地，我就无惊。人的写法伫我头，就甲我开义的门，我要一直感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伊的门要一直。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应我。师傅所起杀的石，已经成做出角头的石。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耶和华，但求你拯救。奉耶和华的名来的，应该得到福气。耶和华是上帝，伊会帮助我。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为你做好。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阿门。咱过来吟圣诗，学了上帝圣诗107首。威严君王徛如进前，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咱要做伙来读圣经，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21章第1节到11节。新约马太福音21章第1节到11节。伫现代中文译本，伫新约的部分第35页。因行我近耶路撒冷到橄榄山地区的伯法其，耶稣派2位门徒先行，吩咐因恁到头前的乡舍去，恁会连咪看见一只驴甲一只驴仔绑做伙，甲因偷开，牵来互我。若是有人对恁讲啥物，就甲伊讲，主要用因，伊就连咪互恁将因牵来。这件事是要实现先知所讲的，去甲锡安城的儿女讲，看恁的君王来了，伊谦逊徛驴，徛伫驴仔的顶面。2个门徒遵照耶稣的话去做，因将驴甲驴仔牵来，甲家己的衫处伫驴仔顶面，就请耶稣去里徛。群众的中间有侪人将家己的衫铺伫路呢，也有一寡人摕树顶错落来的树枝铺伫路上。前行后队的人群大声喊话：“俄勒归伫大毕的囝，愿上帝赐福予奉主名来的迄位，俄勒归伫至权的上帝。”耶稣入耶路撒冷的时，全城拢踉踉喘。有人问：“这个人到底是啥人？”群众回答：“伊是加利利省拿撒勒的先知耶稣。”以上是上帝的话。今仔日新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有知死亡的记事，请咱恭敬来领受。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中秋主日，也就是受难日的开始。咱伫遮来敬拜上帝，咱也要对伊的话语，互咱搁一遍得到提醒，得到帮助。咱同齐来祈祷。主，愿感谢你，你疼世间人，你赏赐你的独生圣囝，道成肉身，伫阮的中间，忍受做人的无方便，佮忍受阮的信心无够额。你也忍受做人对你的谄媚，甚至将你钉死伫十字架顶。主，伫即个时阵，阮搁一遍来到伫你的面前，阮要通过阮所读的圣经，通过所领受的信息，互阮会当搁较清楚来认捌主你对伫世间人的心意。阮也会当搁较清楚知影，主你是安怎愿意为着世间人行即条受死的道路。求你开阮的目睭，互阮会当搁较明白，才会愿将一切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来看顾引带。阮安尼祈祷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们。南美洲哥伦比亚这个国家有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这位作家叫做马奎斯。伊捌写过一本小说，册名叫做《预知死亡记事》，大声知影死亡的记载。这本册内容描写讲，伫一个乡舍的中间有发生一件案件。命案，一个谋杀的事件。伫即个事件发生之前，差不多规庄头的人拢知影，即个男主角有人要甲杀死，但是却只有男主角伊家己毋知影那点。虽然大家拢想办法要甲伊通知，互即个男主角会当来避免，总是
确实拢真无拄好，即个消息就安尼来错过，就安尼即个悲剧就来发生。这是即本册叫做《预知死亡记事》。伫今仔日的圣经节的内面，咱看到记载着耶稣骑驴仔进入耶路撒冷的事件。伫第8节有讲到，遮个群众侪人将家己的衫铺伫路上，也有人摕树枝铺伫路上，将因的衫脱落来铺伫路里，表示因的降服。树枝就亲像咱拄遮个小朋友因手举的樟树枝吼，英语叫 palm tree 吼，就亲像手共款的树枝，伫遐伫下手，伫遐伫翻扬，佮将树枝放伫路里，互耶稣甲伊的驴仔踏伫顶面。若是用现代的观点，就是亲像金马奖的时阵，有人会行即个红毯，叫做星光大道共款。耶稣确实是迄个时阵的巨星 superstar。遮个人因除了是踮伫耶路撒冷的人，阁有侪伫遐来过搬过节，而且犹太人，因拢出来伫遐伫欢迎耶稣。因有一个目的，就是因抓准耶稣就是迄位弥赛亚，要来拯救犹太人脱离罗马统治的君王。所以因伫遐伫喊：大卫的囝何塞那，奉主的名来，迄位应该受恶乐，至高的上帝何塞那。何塞那伫原文就是求救的一个意思，甲阮救，甲阮救，总是伫遮就诚侪一个欢迎，一个因欢呼的一个口号。总是咱嘛看到，阁无过一礼拜，甚至是敢若5天若定，这位弥赛亚耶稣，伊就要互人来定死，阁是伫互伊家己的同胞出卖，阁交伫罗马人的手中来钉十字架来死。所以咱会当伫遮来讲，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也是一个预知死亡记事，一个大先知影死亡的记载。即马咱知影，若是伫迄个时阵，遮犹太人拢毋知影，遮个欢迎耶稣的遮个犹太人同胞，因毋知影耶稣特别受死，干那耶稣伊家己知影。事实上，耶稣伫伊特别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阵，甚至伫伊出来要工作传福音的时阵，伊就知影有一日，伊会安尼为着家己的同胞，甲为着世间人来死。伊嘛知影即届的确是伊最后一遍进入耶路撒冷，伊会伫遐被掠受杀。伊也捌3届大先甲伊的门徒讲，总是遮个门徒因无法度明白，嘛无法度接受，甚至因阁真欢喜，抓准耶稣要伫遐来做王，因就会当做国王边仔的遮个官员，遮个宰相。主耶稣一开始就知影会有啥物款的结果，伊要受死。当然，咱会讲，卡伫耶稣的心上，伊若是惊，伊若是无愿意，伊嘛是会当来闪避，毋免进入耶路撒冷，就袂伫遐来受死。总是，伊最后真勇敢接受家己的命运，来行伊要受死的所在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咱看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伫当时迄个场面，的确是搁较热热，搁较青野。总是咱嘛知，耶稣其实伊是孤单的，因为伫迄个时阵，无有人亲像伊遐尼清楚知影伊家己的结局。当然，伫天顶也有爸上帝知影
即款的结局，因为这拢是上帝的旨意。检查伫遮有人会问讲，是安怎耶稣要骑驴啊，毋是骑马？若是骑马，敢毋是较威风吗？敢毋是较有派头咧？就亲像古早遮个罗马皇帝，因若是去烧战凯旋转来的游行，毋是骑马，就是骑伫即个马拖的战车的顶面，表示伊是征服者，表示伊真有权柄。骑马甲骑驴啊，这是真大的一个对比。骑驴啊，就是较普通甚至则讲是一个谦卑的形象。是安怎耶稣要选择用骑驴啊即款的方式？当然，伫今仔日的圣经节第4节甲第5节，也有做一个说明。这是出自旧约先知撒加利亚关系弥赛亚的预言。所以耶稣骑驴啊，当然就是要符合民众的观感，就是互因看到啊，这就是先知所讲的，即个弥赛亚，即个上帝所竞选的君王。事实上，耶稣骑驴啊，嘛表示讲，伊甲世间这君王拢无共款。世间所有的君王，拢是爱别人替伊死。无可能，伊替别人死，别人死，伊就免死。咱台语讲，别人的囝死袂了，别人拢会当死，伊袂当死，因为伊若是死，伊就袂当做王。甚至别人真紧就要来取代伊来做王，所以人拢是自私的，哪有可能伊要替人死？伫福音书有记载。主耶稣捌伫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魔鬼将耶稣带到伫一个关山的顶面，将地面上世界各国的荣华富贵拢互耶稣看。魔鬼佫讲：若是你跪落来拜我，我就将这个拢赏赐互你。咱嘛会当相信，魔鬼绝对毋是第一届。伫遐对伫人类用即款的试探，敢毋是？当然，咱嘛会想，若是我敢会接受魔鬼的条件？点猜咱即马知影毋好，但是有时阵咱嘛是会无张持，甚至伫遐，咱的心就互魔鬼来买去。这世间的这君王，咱看，做这个，毋是真zan净，无着真好色，甚至是真无知，无法度来为百姓来设想。点彩，因迄个时阵，早就将因的灵魂来卖互魔鬼，因已经对魔鬼来跪拜。这是世间的君王。总是主耶稣甲世间的君王无相像。咱讲世间的君王拢是爱别人替伊死，耶稣却是替百姓、替伊的人民、替所有世间人来死。佮因为伊的死，伊也要真做正人的君王。今仔日咱讲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这是一个预知死亡记事，就是一个大先知影死亡的记载。咱看咱的人生，咱的一生，敢毋是共款吗？嘛是一个大先要知影死亡的记载。因为咱每一个人对出世迄一日开始，咱就行往死亡的道路，敢毋是咧？所精彩的是咱每一个人，咱毋知影要伫什么时阵，也是要用什么款的方式来离开这个世间。检查有时阵，就亲像咱新闻所看的这个空难、复兴的空难，也是德国上注重安全国家的空难。
可能是规台婚姻机的人，伫共迄个时阵，共款的方式离开世间。总是咱有缘真放心，因为有人讲，即个伫死伫空难的人，有缘是比死伫车祸的人较少。所以咱也毋免因为新闻才会报道，互咱伤过头会惊吓。事实上，啥物时阵，也是啥物款的方式，咱要离开世间，咱即嘛抑阁毋知影。死亡这项代志，确实互咱感觉真无力，嘛真无奈。既然咱嘛无气力来闪避，那安尼，咱要用啥物款的方式来面对死亡这个代志呢？或者是讲，咱伫死亡临到咱进前，咱有啥物是会咱来做？当然，有人会想到宗教信仰。确实，我认为宗教信仰对咱世间人上大的帮助一项，就是互咱会当来面对死亡。那呢，咱来看世界三大宗教，就是佛教、回教甲咱基督教，拢有创造者，也是教主，就是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甲耶稣因的个人阅历，这是上帝的个人阅历。咱看释迦牟尼传道31年，过身的是60岁；穆罕默德传道22年，过身的是62岁；耶稣咱上清楚，传道有3年半，过身的是33岁。大圣，咱会当做一个比较。耶稣伊工作的时间，结果敢若3年半啦，定。安尼比较下面，伊是加真短，无亲像其他2位，拢超过20年、30年，有真侪时间会当甲伊的厝内人，阁会当甲伊的遮个门徒斗阵，好好啊，有真侪机会将伊的思想阁整理、阁传落去。若是用咱现代即个劳动的观念来看，耶稣伊伫即个世间嘛真无效率，因为到30岁出来，工作3年，伊所投资的拢无法度回收。阁来，若是用岁数来看，耶稣也是上帝，咱讲英年早逝。若是其他的，拢是寿终正寝，拢活甲岁数有够。事实上，其他2位因拢算长岁寿，因为伫当时世间人平均的寿命结果50岁，安尼若定，总是因拢会当活甲真长的时间，表示因是人讲得道高僧，也是迄个寿与天齐，寿比南山。这嘛是世间人拢真欣赏的。阁来看因的死法，老实讲，耶稣是上无好死的，因为伊是互人定罪是罪犯、死刑犯，阁是伫十字架顶真无尊严、真痛苦来死去。若是另外这2位，拢是时间到，气力无。就自然就过身。伫遮咱来看，主耶稣的人生好亲像毋是一种成功的典范，工作时间短，短命，阁真歹死。当然，这是咱一般人的看法。今仔日，若是咱的性命，敢若是注重遮的，那安尼基督教应该毋是真好的选择。因为你信啥物教，你可能就甲即个教主共款嘛。总是今仔日，咱若是要认真看待怎样来对待死亡的问题的时阵，最后检查咱有缘着选择基督教。为安怎讲？才有一个例，
日本有一位作家叫做远藤周作，伊有写一寡真出名的册，亲像《沉默深河》。最近嘛，因为一个真出名的导演要来台湾，要来翕这出电影《沉默》，所以大家检测拢知影讲，这个伊的册也是讲远藤周作这个人。伊有一本册，遮讲对我而言，神是什么？对我来讲，上帝是啥物？伫这本册内面，伊讲到这个佛陀、释迦牟尼甲耶稣的死做一个比较。伊讲到耶稣的时阵，伊安尼讲，伊讲我想到到时阵，就是讲伊要面对死亡的时阵，我也是会想到耶稣的死。耶稣对死也是遐尼痛苦，耶稣对死也是遐尼惊吓。伊佫讲，耶稣因为安尼得到解脱，我的心甲伊做伙，所以我想到伫迄个时阵，即个会是我支持的困难。意思是讲，伊就袂遐尼惊死，会当来面对死亡。伫即本册最后有一个年表，就是咧记录即个作者远藤周作。比如讲，伊啥物时阵出世，伊啥物几岁时，倒一年写倒一本册，即个年表记到伫伊最后要过身的时阵是安尼写，讲伊迄阵因为肺炎踮伫病院，最后伊要离开世间的时阵，伊的面色真有光彩，然后伊就牵伊的夫人、伊的太太顺子的手，甲伊讲：我已经行入伫光明的中间，我也看到我的老母甲我的兄哥，所以你会当来放心。伊就安尼真安详，无惊吓来离开世间。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若是你会选择倒一个信仰来帮助你面对死亡呢？相信咱的心中拢已经有答案，嘛是因为安尼，咱才坐伫遮来敬拜上帝。咱讲做代志，当咱的方向若是已经确定，咱有目标，过来就是即个过程的问题。咱知影怎样来面对死亡，那呢？咱伫即个世间就怎样来生活呢？关系到生甲死的问题，中国的孔子讲一句话真出名，伊讲未知生，焉知死？因为伊的学生伫甲问讲，死了后是怎样的情形？孔子当然毋知影，所以伊真有智慧。伊无讲我毋知，伊是讲你连生安怎活着毋知，佮讲啥物死？所以伊有缘无将答案讲出来。今仔日，咱既然知影死亡是怎样，咱要讲既知生，既知死，才知生。咱已经知影怎样死，继续咱就知影怎样来过咱的日子，咱的生活。一个人，伊的来世观就要决定伊的今世观，意思是讲，伊的生死观就决定伊伫即个世界的价值观。既然咱对伫来世有清楚的目标，那呢，咱伫即个世间，咱所做的所有的代志，也必须爱是有意义的，就是有价值，佮有延续性。啥物代志是有价值，佮有延续性的？简单来讲，就是甲性命有关系的代志，拢是有价值，佮有延续性。我来讲是有根据。咱看创世纪第5章，这是一个节录伫遮真简单来讲起圣经遮个信仰的伟人以及因的个人历历，差不多拢是一赞那点。然后对亚当到拿阿总共有10位，
事实上，咱若是来看，拢是共款诶句型吼，拢是共款诶讲法吼，拢是讲即个人活几岁了后，伊就生一个后生，叫啥物名？继续伊阁活几多年，即中间阁生后生，生查某囝，然后最后死的时阵是几年？咱看即个记载拢是安尼。伫遮在表示啥物？表示咱人一生中上有价值的记录，就是伊的后代。咱看遮个人，因拢是活几啊百岁，敢毋是？几啊百岁，若是要写伊的个人历历，应该是真有通好写，敢毋是？但是伫圣经拢干那一赞啊，听，讲伊有几个后生，伊生倒一个后生，然后活几年，安尼若听。咱一生上值得记录的，就是伊的后代。才符合咱所讲有价值，甲有延续性。所以咱伫即个世界，咱若是有机会，咱会当来建立家庭，搁生养囝儿。上好，毋是生养囝儿，搁会当有孙，咱就会当成功，会当做妈，咱就会真满足。搁毋是干那安尼若定，咱若是会当带因来到伫教会，互因认捌活命源头天父上帝。这就是咱所讲上有意义的代志，有价值，阁有延续性。检采有人伊抑阁无有法度来结婚，或者是身躯的关系无法度生囝，安尼要安怎？当然，咱会当继续来祈祷，因为这是上帝旨意。搁来，伫世间抑阁有一种性命的关系是超过这个血缘性命的关系。就是属灵的性命的关系，因为咱拢会当来生这个属灵的囝儿。意思是讲，今仔日咱会当去传福音互别人，然后引带因来信主，咱阁陪伴伊，咱嘛栽培伊。安尼，伊就是咱属灵的囝儿，咱就甲伊建立即款属灵性命的关系。这就是咱所讲血缘性命的关系以外。阁有一种阁较重要，就是属灵性命的关系。这是阁较有意义、阁较有价值，也有延续性，阁会当延续到伫天顶永远的活命。伫前几工有参加小组的聚会，有听到咱有一位姊妹在讲起伊已经过身的先生的代志，我听了真感动，即马甲咱来分享。这位兄弟叫做高木清兄弟，伊的太太就是咱的撇双姐。这位木清兄，伊差不多伫10年前来过身，检采在座的人也有人来认捌伊。木清兄伊是伫53岁的时阵来受洗礼，到伫伊60岁的时阵，忽然间发现伊的肝有肿瘤7公分。伫迄个时阵，差不多要20-30年前，医学抑阁无亲像咱即马遮尔发达，所以医生就讲，检采伊的寿命敢若剩3个月或者是半年安尼若定。我想一般人若是听着咱讲惊着先惊死啊。总是这位木清兄已经有信仰伫伊的内面，伊一方面祈祷倚靠主。当然嘛，邀请教会牧师兄弟替伊祈祷，然后伊嘛真勇敢来面对遮个治疗，伊嘛真乖真配合遮个医生的治疗的方法。所以本来医生所宣布结加半年的性命，竟然渐渐伊的身躯的情形得到改善。当然，伊犹原毋知影伊会当活偌久，总是伊将伊每一日会当活的时间拢当作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伊就认真读圣经，参加团契小组的服侍，也合作牧师四界去探访，
来关心教会兄弟。伊家己甲上帝讲，若是上帝要爱伊继续伫世间来工作，就会保守伊的性命；若是上帝要接伊走，互伊毋免阁做，伊嘛欢喜接受。伊有即款的信心。就安尼，伊继续阁活18年。上帝赏赐伊到第78岁时，才安息，才归伫天父遐。这是一个我安尼听到的故事。我相信，伫咱的教会内面，咱有缘会当看到侪即款的见证。伫咱今仔日礼拜中，咱也有一个追思的一个听词，要互咱伫上帝面前来追思遮个过往的亲人，甲信仰的前辈，佮少年因所留落来信仰的典范，互咱得到激励。遮个信仰的前辈，就亲像信心的见证者，要亲像云来围绕伫咱。希伯来书13章第7节也安尼讲。着少年因带恁传上帝信息，互恁的人，注意看因的生活甲结局，就是看因怎样死，来学习因的信。所以咱今仔日伫遮要来追思，是怀念故人，阁是要用信心来学乐上帝，互人阁活的大气力，甲赏赐咱永远的活命。咱拄则有讲。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这个事件是一个预知死亡记事，大先知影死亡的记载，因为伊是去遐赴死。总是咱嘛知故事毋是干那安尼那定，咱抑阁知影主耶稣死了后3日阁活，所以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事件，详细也是一个预知复活的记事。大先知影要过活的记载，因为伫迄个时阵，是上帝大先就知影要互耶稣来过活。虽然耶稣伊家己毋知，总是咱拢知影。咱嘛阁进一步知影。既然信主耶稣基督是上帝囝的人，也要得到新的活命。佮伫末日，伫基督过来时，拢要过活。所以咱的性命，咱的人生本来是预知死亡记事。咱头拄仔讲，咱拢要死，咱也知影咱会死。但通过耶稣基督，咱就要真做预知复活记事。大先知影要国活的记载，检查咱的人生，拢有侪的艰苦甲困难。毋知你的困难有亲像耶稣安尼，遮尔艰苦心，甚至遮尔互人来侮辱，搁伫遐来忍受肉体的艰苦无？毋知咱的艰苦有到伫迄款的程度无？检查有人认为讲我是真艰苦，总是咱会当放心。耶稣已经大先伫咱行即条受苦的道路，甚至受死的道路。虽讲有一日，咱嘛会行过遮的，总是耶稣知影过来。耶稣也已经大先伫咱来赢过遮一切苦难。在死亡的捆绑，咱拄则也有讲，世界三大宗教的创造者，因的个人历史，当然最后因拢死啊，亲像世间所有的人共款，拢会死。总是咱嘛知，无罕无得，释迦牟尼因拢无有过活。总是耶稣国活。今仔日若是你要选择什么款的宗教，帮助你来面对死亡，以及互你有国活的愿望呢？只有耶稣基督才会当互咱的性命对
即个大生会知影死亡的人生，诚侪咱大生已经诚侪国外的人生，才会伫咱头前已经离开咱的亲人、信仰前辈，因的灵魂也已经伫上帝迄个所在，因也伫听候国外，咱也知，有一日咱也要甲因共款，要得到永远的活命，以及咱也要甲因有伫天顶三见面的愿望。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伫即个世间，咱会当坚心忍耐，领受上帝恩典，互咱会当来得到伊的福气，甲互咱有新的活命，互咱有永远的愿望。咱同齐来祈祷。恩典疼痛的主，愿感谢你。你互阮今仔日通过，搁再一遍来回想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行往死亡道路的心境，互阮会当体会主上帝你的心意。阮世间人虽望会因为阮的罪、阮的肉体、阮的死亡，总是你也为阮备办永远的活命，也互阮有一日也会当对主耶稣基督过活。主，阮伫即个世间，阮也常常会因为这个世间的事项来受审判。总是主你也爱阮来主信来仰望耶稣，伊是阮信的源头甲路尾的。主，你也互阮知，阮若是愿意将阮旧的人的性命，甲主耶稣同定伫十字架顶，阮就要对耶稣基督来领受国外的性命，互阮的人生有新的开始。因为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就要诚做新创造的人。主，阮感谢你，互阮有即款的应允。但伫即个受难周的期间，阮也要搁一遍，互阮的心搁一遍来得到提醒，也互阮会当甲主耶稣当受苦、当受死，阮就要迎旨伫国外节的时阵的欢喜，甲新的活命。阮安尼伫你的面前祈祷，拢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请咱来吟上行诗，祝福的诗，圣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咱起立来吟。但愿赏赐愿望的上帝，互恁对神来得到逐样的欢喜平安，互恁伫圣神的关联来得到满满的愿望。各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粒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受切克。